大家好啊！你哋有冇用過 A cream 或者俗稱豬油膏 E cream 依類嘅潤膚膏呢？相信都好多人都用過，因為如果你或者小朋友皮膚乾燥或者敏感，你哋去政府醫院睇醫生，通常都會攞到依類嘅潤膚膏。同埋呢，每逢秋冬呢，好多藥房呢都將依類嘅潤膚膏擺喺鋪頭門口，咁一大盒咁，價錢又好平，吸引好多皮膚痕嘅人去買嘅。最初你用嘅時候呢，可能真係覺得皮膚真係冇咁痕，冇咁乾，好似幾好咁。但係長期用係一定對皮膚係有傷害嘅。喺2010年呢，英國有個研究就指出 A cream 呢係會令到皮膚變薄，傷害皮膚嘅角質層，咁係會惡化濕疹，尤其是對小朋友傷害更加大㗎。咁喺呢個影片度呢，我就會詳細咁解釋返依類潤膚膏嘅成分問題。除咗係會造成呢個皮膚過敏之外，咁其實呢仲有致癌嘅隱憂嘅。咁如果呢係小朋友、濕疹患者或者係免疫力較為低嘅人，真係一定千祈唔好用啦。想知道更多，一定要睇到最後喎。我係 Sandy，係樹懶肥皂嘅創辦人，亦都係位自然療髮師。喺呢個頻道度，我會介紹好多身心靈健康嘅資訊俾大家，尤其是喺濕疹方面添。咁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興趣嘅話，記得要訂閱啦。A cream 係咩呢？ A cream 就係 aqueous cream， 又叫冷霜，係傳統嘅潤膚膏，水分比較多，質感比較稀。E cream 咧就叫 emulsifying ointment， 俗稱咧就係豬油膏，係軟膏嚟嘅，油性比較多，水分比較少，質感厚，鎖水嘅功能咧就比冷霜強。咁根據醫管局嘅藥物名冊咧，A cream 咧同埋豬油膏咧都係屬於潤膚劑類。咁好多嘅政府醫生咧都會開俾皮膚乾燥同埋濕疹嘅患者用嘅喎。咁根據報道咧，皮膚科專科醫生陳厚毅講過，A cream 咧係一款好舊嘅潤膚膏，咁用咗好多年噶啦。咁佢喺政府診所工作嘅時候咧，的確咧係有人用過呢個冷霜而出現痕癢啦，同埋紅疹嘅。咁喺2010年呢，英國咧巴斯大學咧有一個研究顯示咧，用 A cream 咧就係會傷害皮膚嘅角質層嘅喎，咁係會惡化濕疹噶。咁相關嘅研究報告咧發表喺呢個英國皮膚病學醫學嘅雜誌上邊。咁大學嘅研究人員咧就請皮膚健康嘅人士每日咧喺皮膚上面咧搽 A cream， 咁4個星期之後咧就量度佢哋嘅手臂皮膚角質層嘅厚度喎。咁結果咧就發現係減少咗超過10% 㗎。咁參與研究嘅教授 Richard Guy 就話啦，冷霜咧係會損害個角質層嘅喎，而角質層咧就係皮膚嘅保護層啦。咁佢嘅功能咧就係阻止各種嘅化學物質係由皮膚進入個身體度。咁如果長期使用呢個冷霜咧，就會令到角質層咧變薄，外界嘅化學物質咧就會好容易侵入而引起發炎嘅喎。咁對皮膚病患者嚟講咧，咁個患處本身咧已經有問題㗎啦。咁如果再用冷霜咧，就會令到個病情更加惡化㗎。咁喺2011年咧，亦都有另一個研究咧，對象咧就係有呢個濕疹病史，但係咧已經有6個月冇復發嘅人做實驗喎。咁每日咧就搽 A cream 喺一隻手臂上面啦，另一隻手臂就冇搽。咁為咗做對照啦，咁另外亦都揾咗已經有濕疹復發嘅人參與研究，喺冇問題嘅部位度咧冇搽任何潤膚膏做測試。咁4個星期之後咧，結果顯示有搽 A cream 人士嘅手嘅皮膚咧個屏障功能咧係變咗弱咗，皮膚變薄，水分咧更加容易流失。另外咧，原來早喺咧2003年咧，有一間兒童嘅皮膚診所，咁咧專為濕疹兒童咧做研究喎。咁報告指出咧，100位1至16歲嘅兒童咧用咗 A cream 之後咧，喺大約20分鐘之後咧，有56% 嘅患者咧表示皮膚係有灼熱啦、痕癢、紅腫或者係刺痛感嘅喎。咁而
而相對用其他嘅潤膚膏咧，出現以上嘅不適咧，只係18% 嘅啫。咁總括而言啦，有唔同嘅研究都顯示啦，無論係大人又好，兒童又好，健康又或者係過敏性嘅皮膚，咁 A cream 咧都會令到啲皮膚咧變薄，令到皮膚嘅功能變差，水分更容易流失，所以就係會惡化濕疹咯。咁尤其是咧嬰幼兒嘅皮膚咧係比大人咧薄30% 嘅，會更加快咁吸收皮膚上面嘅水分。咁即使呢啲嘅護膚品只係局部咁樣搽喺皮膚上面啦，但係咧亦都會可以帶到入去血入邊嘅喎。咁咧會引致咧全身任何嘅部位都會出現有過敏嘅反應㗎。咁點解 A cream 咧會令到皮膚變薄咧？咁有研究人員咧就推論 A cream 入邊咧有一種叫 SLS 嘅化學成分，咁佢會損害皮膚嘅角質層，令到皮膚容易流失水分啦，令到皮膚病嘅情況更加惡化。咁 SLS 咧就係一種界面活性劑，作用咧就係氣泡同埋令到啲 cream 嘅質地咧比較順滑嘅。咁大約咧80%嘅清潔用品咧都有呢個成分嘅喎。咁 SLS 咧就好容易將皮膚上面具有保護作用嗰個油脂帶走，令到個皮膚變乾啦、敏感啦、老化啦，所以好容易都會受損嘅。咁仲有臨床研究話咧，含有 SLS 嘅洗頭水咧，接觸到頭皮就會好容易會甩頭髮同埋頭皮過敏。咁牙膏裏邊嘅 SLS 咧就會刺激個黏膜啦，就會好容易誘發同埋加重呢個口腔潰瘍嘅，咁即係生痱滋啦，同埋令到啲牙齒咧就好容易遇冷過敏噶啦。咁點解咧大部分嘅產品都會有呢啲嘅成分嘅咧？咁因為價錢平咯。咁以洗頭水嚟講咧，頭髮咧就比個面咧更加容易有油脂嘅喎，咁咧更加需要咧比較大嘅清潔嘅效果啦。咁所以大部分嘅廠商衡量嗰個成本嗰陣時咧，都會選擇使用比較平嘅SLS 或者 SLES 嘅。不過咧，其實除咗 SLS 之外咧，A cream 同埋 E cream 嘅主要成分咧都係石油提煉出嚟嘅石蠟，對好多濕疹人士嚟講咧都比較容易過敏㗎。可能有啲人咧初期用係覺得幾好，但係長期用咧皮膚都係好難完全咁康復嘅，而且咧仲有致癌嘅隱憂㗎。依家咧就睇下網絡上有啲濕疹嘅患者對 A cream 同埋 E cream 嘅評價。有人話用咗之後唔舒服喎。我係一個嚴重嘅濕疹患者， A cream 咧搽完之後咧會覺得好痕。年頭香港最凍嗰陣咧，我住喺醫院，醫生開咗 E cream 俾我搽。講緊咧我皮膚咧零油脂乾到好似乾屍咁，搽完都立到死啊！仲要剝晒呢個毛孔，剝到咁凍啊，我都可以出汗。但係啲汗咧仲可以畀啲 E cream 焗翻入啲毛孔度，真係千祈唔好再用呢啲石油副產品啊！其實我都唔想噶，係醫生要我搽。搽完我同醫生講，我而家焗到出汗喎，你畀我搽翻自己啲 cream 得唔得？跟住我就掉咗盒 E cream 落垃圾桶啦。呢位嚴重濕疹患者嘅親身經驗咧，就係搽咗 A cream 就仲痕，而搽咗 E cream 咧就阻塞佢嘅毛孔，焗到出汗。叫人千祈唔好再用呢啲石油副產品啊！咁石油副產品呢個成分咧，幾十年嚟都好有爭議性㗎。我哋成日用嘅凡士林咧都係呢啲成分。喺2005年咧，印度政府收到消費者嘅投訴 ，BB 用咗 Johnson 嘅嬰兒油之後咧，皮膚會出現紅疹。之後檢驗嬰兒油嘅成分啦，我發現嬰兒油咧含有呢個液體嘅石蠟油，而產品咧係完全冇標示呢個佔咗90幾%嘅成分，而只係標咗含有維他命 A 同 D。咁印度嘅政府咧同廠商投訴啦，產品不單咧會導致 BB 皮膚過敏啊，成分中含有未經純化嘅石蠟油，係有致癌嘅危險㗎，更加唔適合 BB 用。印度政府咧就要求莊臣公司咧要攞走產品上嬰兒使用嘅標誌。咁題外話啦，莊臣公司咧現時咧係面對緊大約7萬嘅消費者嘅訴訟，指控咧莊臣嘅嬰兒爽身粉同埋其他滑石粉產品咧係導致卵巢癌同埋間皮瘤呢啲嘅相關癌症。
啱啱咧上個禮拜咧嘅新聞報導指出，莊臣公司咧係想利用申請子公司破產，同時用100億嘅美金嘅賠償咧嚟結束全部嘅訴訟。今次咧就係第3次申請破產啦，但係咧又俾美國另一間嘅法院駁回，再次失敗啦。咁發生咩事呢？其實好多年前呢已經有爭議話爽身粉入邊嘅滑石粉含有石棉係會致癌嘅。幾十年前一直話安全嘅成分，幾十年後好多人都話癌。大家如果想知更加多嘅話，就留言話俾我聽啦，我開另一集嚟講啦。講返 A cream 同 E cream 啊，有人問用呢兩款 cream 嚟沖涼得唔得啊？好多人都用嚟沖涼嘅喎，醫生都有教喎。如果係 BB 小朋友或者你已經有皮膚嘅問題，咁我勸你真係唔好用啦，唔好俾機會呢啲證實有害嘅成分接觸你嘅皮膚。其實市面大部分嘅沖涼液呢都含有 SLS 嘅，建議大家呢可以用天然嘅手工皂嚟沖涼。手工皂含有呢個天然嘅甘油，沖完涼可以令到個皮膚保留一個天然嘅油層，比一般嘅沖涼液更加保濕滋潤。最平幾十蚊都有，可以用幾個月，真係好超值㗎。其實呢，好多年前呢，英國嘅濕疹學會呢已經叫濕疹患者呢唔好用含 SLS 成分嘅潤膚膏，但係呢，因為價錢平啦，又未必即時出現問題，所以香港嘅公立醫院都係會處方俾病人用㗎喎。不過呢，依家都有一啲私家醫生呢都叫病人唔好再用含有 SLS 嘅產品㗎啦。隨住越嚟越多人呢知道 SLS 嘅問題呢，好多嘅大品牌以前含有 SLS 成分呢，依家都冇啦。但係改咗用咩成分代替呢？會唔會更加差呢？咁啊真係要留意下啦。如果呢個影片呢對你有用，咁啊請你大家讚一下啦，同埋分享俾你嘅身邊嘅人。多謝晒啊！記住要訂閱啦，唔好錯過下次嘅影片。拜拜。